复古、华丽、摩登、时尚，这一张张的美拍照片，可是近来台南最热门的 IG 打卡餐厅之一。这里正是在台南拥有35年历史的天下大饭店的圆顶西餐厅。经营者在2015年进行品牌重塑时，将原本的8楼餐厅移至顶楼，并以摩登复古风的设计风格亮丽登场。当时是以服务饭店里面的旅客的早餐为主，那后来也曾经推出就是200-300元的简餐跟小火锅，那后来又发展成有开发一些西餐的餐点，那一直到现在用半自助式的主餐搭配的模式，那一直深受很多客人的喜欢。当时那个时代呢，西餐厅其实很少。那圆顶西餐厅那个时候，它的装潢风格是走巴洛克式的装潢，那又有一个很大的圆顶，是一个很大的、很美的一个特色，再加上有一盏很大的水晶吊灯。那在当时呢，那个年代有很多年轻的男女朋友会相约来这边约会用餐，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就是西餐厅吃牛排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所以也深受当时那个时候的很多客人的喜爱。饭店在决定整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考量到有几个点要重新来装潢整个圆顶西餐厅。那除了就是说我们的座位在8楼的时候比较少，那现在跟随着饭店整个的翻修，所以我们要服务更多的客人。那很多老客人过去也曾经反映过说我们的座位很难订，那所以这也是促使我们整个圆顶西餐厅翻修搬到顶楼，那这个座位从原本的58个增加到98个座位。过去呢，圆顶西餐厅在8楼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座位一直很有限，那圆顶西餐厅的主要客人都来自很多家族的聚餐的客人，那我们有很多老客人都有在反映就是位置数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客人，那就把圆顶西餐厅在随着饭店整修的同时，也重新打造一个新的圆顶西餐厅的一个装潢风格，那可以服务更多的客人，让更多的老客人，那可以带着他们喜欢的朋友来到餐厅用餐。在地经营超过35年的原8楼餐厅，带给无数台南人青春美好的回忆。所以在面临重新整修时，如何做到要吸引新客源，又要让老顾客就地重游时不会因为换新而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在装潢设计风格上做了许多的巧思设计。当餐厅呢决定整修的时候呢，我们考量到喜欢来用餐的家族聚餐的老客人，那有一些比如说阿公阿嬷带着孙子在自助餐取餐的画面，或者是男女朋友家族的一些在自助餐温馨互动的取餐的很多画面是圆顶用餐的特色。那所以现在餐厅移到顶楼来呢，仍然是保留半自助式搭配主餐的用餐模式。那希望圆顶的老客人回到新的地方呢，能够看到他原来熟悉的感觉。对，然后希望这个餐厅给他的风格是创新又不会太 over。那餐厅的风格呢，它其实在设计上有很多的细节，它跟客房一样运用了很多复古的元素。比如说马赛克砖，那生木纹的墙面，然后还有一些像大家看到的玻璃的切割方式，都是采用一些比较复古的切割方式。那还有座位的安排，我们也是很有特色的，是卡座，像剧院式的卡式座位。那看起来是开放的空间，但是坐下来又觉得有跟别的位置有所区隔的感觉。还有搭配我们整个餐厅用的灯饰都是去挑选很精心挑选的手工打造的一个灯饰。那希望呢，这整个环境在客人的用餐过程当中呢，除
除了可以让他享受美味的餐点以外，他不管每一次来坐到任何的一个位置呢，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圆顶西餐厅这些边边角角的细节跟美感。圆顶西餐厅从细节到色调都给人一种高级复古感，深红色系搭配木质装潢，呈现出温暖的调性。大小包厢和窗边卡座有着剧院舞台感的设计，巧妙地利用顶上圆弧形结构与矮玻璃隔间，区隔出浪漫的用餐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在餐厅空间里大量使用台南元素，像是在灯具物件上采用台南在地职人所创作的灯具，把空间点缀的经典又带着摩登感。磨石子、马赛克砖也都是在地工法制作，餐厅储物柜的门片更是采用藤编设计。其他像是桌椅、墙柱等等，都是值得欣赏的小细节。而餐厅中心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助吧台，桌面、餐点和设备又是一个完美的融合。取餐区的天花板圆顶设计，更是将过去在8楼餐厅的圆顶意象再次完美呈现。因为圆顶西餐厅有很多老客人，然后我们的客群有很多也是属于比较在过去8楼的时候呢，他的客群的年龄层比较大。那有很多客人是跟着我们10-20年甚至20-30年的老客人，一直到现在，他每一周都会来用餐。那我们在考量这个客群的部分，所以在装潢的元素上就不会以太先进或太时尚的方式，因为我们希望这些老客人在回来餐厅的时候不会太冲突，是回到他原来熟悉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的8楼有一个原本8楼有一个很大的设计圆顶的那个风格，我们也同样把它搬上来顶楼，也是有一个圆顶的一个象征。重新改装后的圆顶西餐厅，虽然因为摩登复古的空间美受到关注，但是可以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受到欢迎。餐厅优雅而美味的西式料理绝对功不可没。不论是热卖多年的超人气经典餐点，还是创意时尚料理，都彻底征服台南人的味蕾。其实这次连同餐厅一起风格重塑的，还包括饭店的客房。同样注入大量台湾文化，把台湾民房里最在地的元素，像是马赛克瓷砖及磨石子地板融入设计里。主色调以蓝绿色及古铜色为主，再搭配木质家具，营造出温馨氛围，完全提升了老饭店的质感，打造成带有台式复古风格的时髦旅店。新的房型客房风格呢，我们希望让客人走进去，视觉上第一眼看到的感觉是舒服的。那进去的整个房间的画面是格局是完整的，那这样可以让客人的心一进来这个房间是可以比较有稳定性。那另外也是希望打造一个复旧如旧的饭店，那是一间看起来既新也旧的一个饭店风格。那因为天下饭店在台南已经有30几年的历史，那如果你重新就是做一个很时尚的一个装潢，又会减少到它原本饭店的一个历史性。那所以我们在新的装潢中运用了很多旧元素的装潢物品，比如说马赛克砖、磨石子，还有生木纹，然后还有设计的古典式的沙发跟地毯，那彼此互搭出一个复古又摩登的一个风貌。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浴室空间也比过去大了1倍以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一些比较细部的地方比如说在我们的备品袋，或者是我们吹风机的帆布袋，我们跟在地的一个百年布庄景元兴做合作，是由他来设计。那也希望借由联名的合作，那让客人可以也来体会到台南市它一些100年的老店它的特色与风格。
那连接这些在地的设计能量，可以让每个客人呢更清楚，然后更了解台南的一些文化特质。饭店以提升附加价值的主轴进行重整，还特别制作了刊物，介绍饭店周遭的古迹及美食，就是希望旅客入住后可以感受到在地台南味道，了解台南在地文化的特色。饭店的周遭呢，其实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古迹，那比如说台南人耳熟能详的百年市场鸭母寮市场，那再来有一个全台湾人一定都知道的，就是赤坎楼。那赤坎楼后面呢，它是成功国小。那其实成功国小在日据时代呢，它也是一个学校，叫做明治公学校，它就是成功国小的前身。那这些都是很有历史性的一个代表性的地理位置。那诸如此类，其实在饭店的大门口出去没多久，还有一个清康熙时代的全台首落现城隍庙。那在这个城隍庙的不远处，大概30秒到1分钟的路程，还有一个明朝2级古迹的开基天后宫，叫做小天后宫。饭店呢，处在这么有故事性跟历史性的地理位置，然后也是促使经营者希望可以让天下南隅走得更长远，所以必须要以提升饭店的附加价值为主轴来进行装修。然后希望在现在的人旅客在讲究生活品质跟生活美感的现代呢，可以融合我们饭店附近周遭这些文化特质，来发展出饭店独有的历史韵味。那也因此，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也自己出版了一本小食记，来记录饭店周遭这边的历史古迹，还有一些百年市集的风景。那希望把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能够介绍给外地的旅客，那让每一个来饭店的人除了享受舒适的一个住宿品质以外，还能够体验当地的一些人文市集，还有历史文化生活特质，那带领的每一个旅客来体会台南一切的美好。饭店呢，每一年在感恩节的时候都会招待一些弱势的族群，比如说是成功国小，我们邻近的成功国小或立人国小的一些中低收入户的小朋友，那连同他的家长，一起招待他们来圆岭西餐厅用餐。另外呢，我们也跟北区区公所合作，在感恩节的时候呢，请北区区公所邀请饭店周遭的一些中低收入户的弱势，邀请他们来圆岭西餐厅用餐。那作为一个在地企业，我们也想要做一些回馈。如今，这个承载着台南人回忆的老牌饭店，正以时髦的摩登复古风，成了 IG 上台南最新必住的饭店之一，并更名为天下南隅，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这悠久的古都台南城中历史文化的一部分。